比較好啊。加上佢而家恢復翻訓練之後咧，應該講嗰啲技術啊都喺度啊。咁佢第一個咧，佢都係主要都係呢個高拋發球係高軍嘅一個好即係好絕招嘅發球嚟嘅。佢過去喺有遮擋年代嘅發球咧，佢亦都已經採取呢個高拋發球啦。因為咧，佢呢個高拋發球佢點解話佢好咧？就係一個線路變化比較大。即係有時直線，有時斜線，另外咧落點落台之後個波咧走動比較快，經常使到對手咧措手不及，因為趕時間趕唔切啊嘛。同時咧，佢反有呢個雙傳能力嘅推擋啊、推弧圈啊、呢個控制弧圈嘅都好穩健。正手咧，佢雖然就唔係好似劉國梁佢哋嗰個攻球使用率都咁多，但係佢有把小上傳拉球，同埋有一班快打咧。的確使到對手咧都係好頭痛嘅事啊，所以我覺得佢如果呢個正常發揮嘅話咧，個波仲係有得打嘅。而家係第二局嘅比賽，咁而家咧就係2-1，高軍係落後俾克羅地亞嘅包羅斯1分嘅。咁啊高軍咧就話咧喺美國打乒乓球咧，即係賺唔到咩錢嘅，完全係為咗佢嘅興趣嘅啫。佢話咁好似咧就係。喺呢個泛美運動會裏邊呢，即係舊年嘅賽事裏邊呢，佢攞咗呢就係女單同埋女雙2項冠軍，最後嗰個獎金你會有幾多呢？$250只係咁啊！真係呢，真係少得可憐啦！即係如果按照即係咁嘅級數攞到2個冠軍嚟講，獎$250喎，真係好多人都諗唔到啦！咁而且呢，就仲話嗰啲錢呢都係美國冰協呢係通過募捐得翻嚟嘅。咁啊高軍呢就話呢，自己將來都希望呢能夠翻中國生活。呢一局咧，似乎發生咗啲微妙嘅變化啦。係啊，因為呢個巴羅斯咧，佢自己嘅發球咧，應該講都係主要使用高拋發球為主嘅。另一個咧，應該講對高軍呢種類型嘅打法咧，因為佢比較似呢個楊影呢個打法。咁啊，雖然楊影一退咗役，但佢巴羅斯咧，佢對呢個中國直棒法官呢個打法都係比較適應嘅，而且佢嘅動作比較瀟灑。即係當佢一吊起個上旋球之後咧，你高軍一推嘅話咧，佢就好瀟灑咁使用呢個正反手嘅弧圈啦。因為佢嗰把弧圈咧，真係有啲似男性化嘅嗰啲球啊！你睇下，發力揈嗰下咧，個速度比較快，而且落台之後咧，向下沉嘅喎。咁啊睇高軍嘅身形都已經發咗福好多啦。9-1。呢一分咧，我覺得高軍失呢一分咧，真係好唔抵嘅，即係證明佢其實嗰個技術嘅水平啦，或者嗰個狀態咧，同佢當打嘅時候咧，真係有咗好大嘅一個下滑。對方放嘅球放到咁高，佢都唔敢發力去抽，結果反而俾對方咧就係攞咗分。頭先好明顯就係即係捉到鹿都唔識脫角啦。咁啊，結果喺呢一局裏邊咧，高軍咧就係俾對手咧就贏咗啦。咁而家係1-1。即係我覺得呢個巴羅斯嘅調整都比較快。第一局咧仲係俾高軍控制住佢，好似發揮唔到自己嘅水平。但係第二局開始咧，佢自己就一個靠前咗啲，係嘛，迎前打，因為高軍係正交嚟㗎嘛，個波向下沉㗎嘛，所以佢迎前。第二個咧，佢先唱高吊弧圈，找機會同你迎前高軍打對攻咁嘅局面咧，佢嗰啲弧圈球發揮嚟咧，就左右都好瀟灑啦。咁而且咧喺第二局裏邊咧，高軍係以即係1-11咧一個懸殊嘅比分咧就係慘敗啊！咁會唔會預示住咧就係話呢個包羅斯開始係揾到一啲克敵制勝嘅咁嘅方法咧？咁啊高軍可能跟住落嚟嘅嗰啲。